OK，大家好啊，我就 CKY 啦。今日咧，我要教你啲 workout 啦，有啲喺屋企嘅 workout program 咧，可以幫你由病唔舒服中恢復翻精神，等你頂受住後邊啲壓力。咁咧，我哋有幾種運動嗱，先就係二頭肌硬舉啊，平起胸膛，跟住將嗰啲就算拉到二頭肌冇得收縮為止，拉翻落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建議咧，唔舒服嘅人士咧就唔好做咁多劇烈嘅運動，因為劇烈運動咧會引起你容易受傷。咁咧伏地挺身咧可以練我哋嘅 chest 同 shoulder 啊。咁我哋咧就當然嗰日最好除低對鞋咁做，因為咧唔好俾隻腳掂到地。好，跟住伸直個將個 pat pat 擺翻低，跟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跟住我哋 lunges， 好，跟前面嗰隻腳搭前，屈曲後邊嗰隻，我哋有時有少少平衡咧，唔緊要做下你就會覺得平衡噶，要練四頭肌嘅，平起，第二隻腳起，起。OK， 跟住我哋做 sit up 同埋有啲胸肌有啲飛鳥。OK， sit up， 將隻手捏住，好。我哋咧就用個腹肌去俾能力我哋去到推動自己做 sit up 嘅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跟住我哋有個胸肌飛鳥嗱，跟住兩隻啲壓力，跟住退開先，休息一下。Let's go。跟住下一個 leg raise 同埋下隻腳腰，好，跟住 leg raise， 練個 H 嘅，跟住
仲有個 jump jazz 嘅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咁樣咧，我哋做呢啲體操咧，係可以幫我哋恢復翻我哋啲體力，讓你恢復翻正常咧，就會舒緩到自己啲壓力。OK 呢段。